大家好，我係小澤。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啲新聞呢？話日本嘅旅客數量又創咗歷史新高。身處喺東京、大阪或者京都嘅街頭，你身邊響起講廣東話，可能比你喺旺角嘅仲要多。而家好多人去日本已經唔係單純為咗食刺身或者去瘋狂 shopping 啦。成功對好多嘅人去進行一個洗腦嘅武器，佢哋去係因為動漫。其實動漫呢家嘢唔係淨係娛樂嘅啫。咁我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啦，聖地巡禮。咁呢四隻字咧，本來係一個宗教嘅術語啦，話係指虔誠嘅信徒一生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或者去麥加去朝聖啦。咁而家嘅二次元嘅聖地巡禮咧，係全人類嘅壓榨，攞住手機坐幾個鐘去飛機去秋葉原呢啲地方啦，一隻手攞住 figure， 跟住一隻手去影相咁樣咯。咁嗰一刻咧，係同古往今來見到神蹟嘅宗教狂熱分子其實冇乜分別嘅。咁例如你的名字啦，去令到東京嗰個須賀神社外面有一條平平無奇嘅路啦，紅色扶手嘅樓梯，變咗好多人好多情侶去朝聖嘅地方打卡影相咁樣咯。相信大家應該都聽過噶啦。咁灌籃高手嗰個主題曲咧，咁佢就令嗰個鎌倉高校出邊嗰個平交道咧，每日咧都好多人嘅。甚至係逼到當地嗰個電鐵路公司增加咗幾個 secure 去維持嗰個嘅 local 啦。咁我哋喺動漫度都係用啲咩手段去令我哋嘅日本旅行產生咗啲幾乎病態嘅執着呢？咁佢就係創造一種名為日常感嘅幻想嘅啫。例如我記得有套動漫嘅就講幾個女高中生喺富士山下喺度露營定燒嘢食咁樣啦，錄咗杯咖喱杯麵。動漫加咗個 filter 咯，你就回想下你喺動漫入邊見到嘅羅神啊，見到嘅 Family Mart 啊，你見嗰啲 staff 其實係好溫柔體貼嘅。你睇主角放學之後咧，就會隨手拎住個炸雞，跟住喺街燈下面去傾嗰啲人生理想嗰啲咧。咁我哋去日本旅行最興奮嘅咁梗係唔係去睇嗰啲靚景啊，好出名嗰啲街道咁樣。其實係租間民宿，跟住凌晨幾點去 Family Mart 或者羅神去買一啲杯麵啊、零食啊、飲品啊，佢嗰袋嘢翻去民宿啦，咁啊開嚟食啦，你就覺得哇，我好似動漫入邊嘅主角咁樣啊。咁呢個就係動漫最強大嘅地方啦，去將一個好普通嘅行為去變成你覺得好有意義嘅嘢咯，去俾你相信你一做嗰樣嘢都有種動漫嘅感覺。咁好多嘅動漫迷啦，特別生活喺香港啊、大陸、台灣啊，咁嗰個生活壓力都高噶嘛比較。咁動漫入邊嘅日本社會其實就係避風港啊。想問大家，你喺動漫入邊見到嘅日本鄉郊係點㗎？係咪哇，全部都係稻田喎，好乾淨嘅水，好乾淨嘅溪，好乾淨嘅河流咁樣啦？咁鄰里之間嘅關係真係和諧到不得了嘅。你再睇下嗰啲異世界轉身啊，或者慢生活嗰啲系列嗰啲動漫啊，咁主角咧唔係開掛之外咧，就係一個慢生活咯，即係去享受生活咯。譬如每日種菜啊，跟住收下草啊，同路邊嘅貓傾下偈咁樣咯。咁生活節奏係好慢嘅。你腦海入邊就係浮現一個想法，就係我將喺香港買廁所嗰啲錢去攞去日本去買屋啊！咁我咪係咪可以過上動漫入邊嗰啲神仙嘅生活呢？咁近年日本政府就為咗拯救人口老化啦，咁推出咗好多空屋銀行 Akia Bank， 咁好多鄉下嘅佬咧，一係就幾十萬，一係就免費送俾你噶。而家日元匯率又跌到歷史嘅低位，咁一齊配合動漫呢，咁就自然變咗一個好勁嘅一個移民嘅廣告咯。但係而家講緊動漫啊嘛，你諗下現實同二次元嘅日本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動漫咧係絕對唔會話俾你聽，如果你真係去買日本鄉下啲屋啊，你首先第一個諗嘅就係鄰居嘅關係啦。咁我聽講你作為一個外人，你要定時去做一啲咩義務嘅勞動咁樣咯，譬如唔知幾多點要去清下剪下雜草啊，去清下水渠啊。咁你唔參加咧，可能就會排擠你咁樣嗰啲人。而且你買屋可能免費送俾你係 OK 嘅。日本買屋或者租屋嘅出名點唔係話平，係譬如水電費啊、啲裝修費啊，你都要用好多錢啦，係咪先？或者你唔知突然間喺邊個角落頭突然間走出嚟一個勁大嘅曱甴咁樣，咁你咪死得咯。咁有啲人講好，我去鄉下，我去東京，我去大阪 OK 嘅話，動漫嘅職場都好有愛啊。嗱，咁喺動漫入邊啦，好多職場番或者戀愛喜劇番入邊啦，咁日本嘅辦公室咧其實都係充滿咗趣味嘅。咁我記得有個動漫咧係講關於男女主角一邊工作一邊去拍拖咁樣咯。都要放工之後一齊去聚餐，去居酒屋嗰度飲酒咁樣。就算 OT 啦，辦公室都係好奮鬥、好熱血嘅。但係我諗大家應該都知道，日本嘅職場其實係好壓抑噶嘛，其實係壓抑過香港嘅。咁我喺網上做啲資料啦，咁日本係有個詞嘅，就係叫做讀空氣啦。咁意思就係你身處一個空間，你必須喺冇人講出口之前咧，你要完美咁估到人哋嘅心思，然之後做出一個符合大眾期望嘅舉動。喺香港翻工，我未翻工啦，我一個學生嚟嘅啫嘛。我相信日本嘅職場其實係壓抑過香港嘅。咁每個人都戴住一塊面具咁樣，對你點又點，跟住好禮貌、超禮貌嘅。但係你永遠都唔知道佢背後係用咩眼神去睇你嘅。總之好多嘢搞嘅，好麻煩嘅。咁我哋喺睇動漫嗰陣時，就往往會自動過濾咗嗰啲真實存在嗰啲社會陰暗面啦。因為動漫嘅本質就係日本人喺非常之高壓力嘅情況底下咧，去自己壓榨一啲藥咯，你可以話止痛藥咯。因為現實就太殘忍啦，太殘酷啦。咁日本創作者先會瘋狂咁樣逼出一啲比較純潔嘅戀愛番啊，比較趣味啊，或者一啲美好嘅異世界咁樣咯。咁我哋用人哋逃避現實嘅一個藥啦，去當成咗現實生活嘅指南針，咁係咪一件好諷刺嘅事呢？咁所以講咗咁多，動漫係咪真係
呃人咧，係嘅，佢係呃人嘅。咁我哋係咪唔應該再去日本旅行，或者去有一個移民嘅諗法咧？唔係，我覺得咁啱相反嘅。咁當你認清咗日本社會嗰個壓抑啦，認清咗鄉下之間嘅嘢啦，如果你依然都係為咗一個動漫，願意去使自己啲錢去日本去睇一下嗰個街道，或者睇一下嗰個火車，咁嗰啲咧先至真正屬於大人嘅浪漫咯。動漫咧係俾咗我哋一個全新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嘅。譬如斑馬線路人或者建築佢哋用唔同嘅角度光影嘅顏色咁重新喺我哋腦海入邊裝飾多一次。咁旅行又好啦，移民又好啦，最重要唔係嗰個地方係咪真係同動漫一樣，而係你喺睇緊動漫嘅時候，喺出發嗰一刻，咁你係咪可以揾到自己對生活嘅一個熱情呢？我竟然噏咗20分鐘，超勁！我手機就係冇電啦，我要繼續翻嚟做 Past Viva。今集就到呢度啦，下集再見。